小姐，阮老爷、恁爷爷那会拄坐起来呀？哎，对啊，那安尼？爷爷，嘴嘛翘啦！爷爷，啊你哪无等要事照顾我未来老公走来遮济啦？我倒啊，我话迄两个死囡仔大歹伺候者，咱一甲伺候咧甲地方，伊说愈来愈嚣摆啦。啊，咱是讲人来是客啊，咱嘛是共阮灌烧酒互伊啉啊。啊，安尼上好啊！爷爷，你平常时就这样好的啊，啊你若无等要厝，甲因好一杯。啊，煞毋知迄两个讲偌幸运咧了，尤其是因的小弟啦，讲嫌我这人老有臭客食现，讲大爱骗粉味的。啊，你爱知影呢？咱这个所在夜总会这区啊，虽然是我区长，但是你爱知影，人若过身拢已经70、80岁的老阿婆啊，找无到半个有气的，咱甲算算啊，咱这区内底哦，嘛，甲咱恁两个较有尔。哦，爷爷、老爷，实在有够赞！自从我做恁兜的查某囡仔到今日，头一遍讲听你讲这么舒适、这么好听的话。哎呦，好啊啦，你莫臭美啦！你看，阮爷爷强要吐安尼，啊人有讲我吼，拢是安尼，实在有领水，我著歹势承认嘛，你敢安尼讲？爷爷啊，我想吼，你来遮济吼，毋是干那讲粉味的代志，一定有好代志。巧聪明，那安尼算讲正讲对我的舰队团有对。爷爷确确实实还有另外一个真要紧的代志，所以才会走来这个所在，甲恁扎起来，要甲你参详。啊，是啥物要紧的代志，你毋着讲？哎呦，啊，煞毋知影吼，爷爷吼，雄雄吼，就当抓讲，都叫因两个吼，请担遮大两工啊。要毋过你会记得有一摆啊，因为共阮去咱兜啊，啊，爷爷可能是年纪较老啊，迄发力全挡袂牢，险啊漏气，你会记无？对。啊，爷爷即摆烦恼讲又搁漏气啦。你就是安尼啦，死要面子啦！我就讲叫你莫甲伊留，你就强强要甲伊留。无法度啊，咱即落算整团的拢会安尼。我知，真啊。我看要安怎就好啦。归去吼，叫因两个吼，先走去后壁山的山洞遐觅一站啊。啊，毋过哦，你共讲要互伊住2、3天，啊，你若要叫伊去山洞，伊若毋肯呢？啊，安尼。无归去安尼啦，你甲讲吼，咱这个所在是拢违章建筑啦吼，啊，咱即摆要搬离开这违章建筑区啊，咱要搬来天雾内湖迄边遐个别庄。啊，伊若要缀咱搬咧？我这伊若要搬，我安尼，我想着啊，回去你著甲讲较严重咧，甲讲互准吼，即摆官府吼已经派官兵出来伫咧搜查，渐渐的搜查对咱这区内，伊若去用搜查了，大水会去用拖出来斩头。有理。啥物啊？关伫牢房迄两个犯人，毋是人救走的，叫鬼救走的。无毋对，我有叫我的总管去请我的好朋友金蝉大师，伊用伊法眼看咧，才知影讲原来就是鬼咧作怪。啥话啊？这是有鬼？是啊，这个鬼吼，甲别个鬼无共咧，生出偌水咧了。苏公主啊，你也知影呢，这件代志是关于你我性命问题，你决定唔通大意了。是啊，你做放心啦，这我早就有准备好啊。我即摆已经叫我的朋友吼，金蝉大师吼，无论如何，伫咱的秘密还未破进前吼，将遐鬼先甲收伫蛋散。这，你放心啦，咱的代志吼，为了这件代志哦，搁开偌济钱，我就甘愿要开落去。对，好水啊！那阮少爷做代志啊，一向是真周密，绝对无问题。叔啊，叔，请坐。呀，大叔啊，你有搁发现到啥物无？经过我的观察，因唔只是迄两个女鬼，已经结群行动，伫咧帮忙着涨价。是啊，要安尼，大叔啊，我拜托你，你著要赶紧吼，将遐鬼甲收伫蛋山呢。是啦。那这恁放心，无论偌大的本领，也无当逃出我的手掌中。哈，你要叫阮去迄个山洞哦？嘿啦，去比迄山洞的较安全啦。安尼唔通啦，爷爷，你是毋是咧？你烦恼阮兄弟啊，住咧遮会甲恁开伤济吼？那这是小可有咧烦恼啦，因为若你食迄较济嘛无要紧。
啊，若即个死囡仔哦，吼，伊咧食无分寸，你知？较济伊就吐咧，较济就吐咧，较济就动咧。啊，想煞后讲要搁叫伊，就搁介绍粉味啊，互伊。哎呦，爷爷啊，这嘛袂用去怪伊啊，伊都甲恁红哥咧热恋对无？啊，即摆已经分开，心情歹啊，找刺激。对，我来我未来阿嫂较了解我这小姐的心情。无啦，哎呦，人老家偌了解你的心情，为什么你袂当了解老家的心情呢？虽然我是买伊送伊，但是我对你尽心尽爱，你知影无？为什么你连目睭都唔敢看一下？哈！382路过，你382路过，叫你结较高尚的，你根本就结袂高尚。咱若开委托行，人来甲你买，啊你毋是你常常厝咧打头打落，就要去卖人，滚！小红啊，我甲你讲啦，莫着急啦，等我的婚事若是办好的时阵吼，我一定甲你找一个好的对象，哈。你若叫我去住咧山洞吼，我就一段时间袂当看到我娘囝，安尼我会思念伊咧。娘囝，你知道我会想你吗？哎呦，莫搁拄啊常常骂啦。我嘛是共款啦，我嘛是唔甘要互你去住喺山洞，这个代志，哎呀，过去啊，查孙啊，你讲互伊听。是了，爷爷。哎呀，我未来老公，听我解说，因为最近官府四个拢伫咧搜查，渐渐搜查咱来这区啦。阮爷爷就是惊你危险，所以叫你去山洞暂避几工呀。啊，出是东京，我跟你讲哦，若叫迄官府的官兵搜查到吼，毋是干那甲你斩条尔呢，而且吼，阮这祖孙啊，将来会寂寞孤单无聊，啊，而且吼，你还阁负起替我传宗接代的责任，你知唔知？罢了啊！为着娘囝，我继续活落去。好，我来住咧山洞。哎呀，我老公，乖呀。爷爷，啊，我无要带恁查某孙啊，我唔免去避山洞。好啊，安尼你规气住在遮，等人来甲你斩头。叫斩头哦！安尼我那是避。哈，人讲食老就背无土豆，讲行一针仔山路尔，喘皮病。啊，爷爷，你安尼做成狗啊？爷爷，咱咧甲伊住迄个山洞的哦，毋着逐工爱炸饭来互因食。对啊，安尼就甲亲像三顿送饭王宝钏食嘛。什么在送饭哦，王宝钏食？我跟你讲，咱即摆听啊吼，啊，甲做一摆甲送起来，互因食3工。啊，食3工会臭酸了。无啦，咱若袂晓送一寡芭乐甲一寡馒头，啊，即摆叫伊先芭乐食落去，怎空起来，啊，再搁送伊馒头，互伊食落去，第一配咧滚水淋落去，怎涨起来，一边空咧，面顶涨起来，永远嘛袂枵。行来转来转。哼，大胆野鬼，也做臭酒吧。爷爷，不要走。别紧，拢卖，紧张，卖喘，来，去，看起来，咕噜咕噜咕，啊，咕噜咕噜咕。哎呀，那这个困难。大胆，我看你走倒去。